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香港新聞連線。今日係2026年4月2日，星期四。我哋一齊嚟睇下今條片嘅第一則新聞先。邯鄲中學黨委書記涉性侵女學生，官媒報道刊出即下架。河北邯鄲市一名中學黨委書記被指利用職權之便，誘騙一名15歲高一女學生回校練習乒乓波。期間喺辦公室性侵女學生，受害女生事後出現嚴重抑鬱。案件直到其母發現女兒購買避孕藥先至揭發。涉事書記一度想用20萬元人民幣私了，但被家長斷然拒絕。目前該名書記已被警方刑事拘留，並由檢察院正式批捕。但相關報導疑因敏感，被內地媒體全面下架。據悉，涉案嘅喬某軍係邯鄲市某中學嘅黨委書記，平時對外形象積極，更曾獲得省內校長杯乒乓波賽事嘅獎項，經常同學生一齊練波。受害女生李婷，化名，自細就中意打波，喺考入該中學前就已經喺網上關注咗喬某軍。今年農曆新年期間，正當家家戶戶開開心心過節之際，喬某軍竟然喺大年初五透過社交平台私信李婷，叫佢返學校加操練波。李婷當時不疑有詐，單純以為老師關照，點知返到學校後被對方帶入辦公室。據報，喬某軍喺辦公室內性侵李婷，令原本平靜嘅校園變成咗女孩嘅噩夢現場。事發後，李婷因為驚恐同羞辱，一直唔敢同屋企人講。但係原本性格開朗嘅佢，情緒出現咗180度大轉變，變得好憂鬱，成日無端端喺半夜3、4點大喊，甚至要休學休養。直到今年3月，李母黃芳，化名，喺女兒嘅手機入面意外發現咗購買避孕藥嘅記錄。黃芳當時大驚失色。喺不斷追問之下，李婷先至一邊喊一邊講出當日喺書記辦公室發生嘅慘痛經過。李婷表示，因為擔心懷孕，先至瞞住屋企人買藥，幸好最後證實並未懷孕，但心靈創傷已經難以磨滅。得知真相後，黃芳憤而前往學校揾喬某軍理論。面對家長嘅質疑，喬某軍並無道歉，反而第一時間想用錢解決問題。黃芳憶述，對方最初開價10萬，見黃芳唔肯妥協，隨即加碼到20萬，要求私了呢件事。我唔會用仔女嘅身體同佢做交易。黃芳態度堅定，佢直言目前唯一嘅訴求就係要為女醫好憂鬱症，並要讓喬某軍承擔應有嘅刑事責任。黃芳隨即喺3月18日報警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喬某軍已於3月22日被警方刑拘，並喺3月30日被邯鄲市某區檢察院以涉嫌性侵未成年人罪名批准逮捕。呢單案喺內地引發極大迴響，內地主流媒體如中國新聞週刊曾大篇幅報導，並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榜首。然而就在消息傳開後無耐，相關報導疑似遭到維穩，唔單止原稿被下架，連熱搜話題都被消失。目前邯鄲市教育局及涉事學校對外一概表示唔接受採訪，或稱由宣傳部統一回覆。外界批評官方呢種做法係企圖遮掩校園醜聞，對受害者極唔公平。有網民留言感嘆，教書育人嘅地方竟然變成淫窟，官官相護只會令下一個受害者出現。咁跟住我哋再嚟睇下下一條新聞嘅標題：中國禁令殺到，日澳隨時唔夠航空燃油，班機停飛，票價恐急升，全球能源供應鏈因美以伊朗嘅戰爭遭受重創。中國作為亞太地區最大嘅航空、燃油同煤油出口國，最近幾週大幅削減出口，令澳洲同日本等國正面臨嚴重供應短缺，正
四處尋找替代供應商應急。根據貿易數據供應商 Kpler 嘅最新數字，中國3月份航空燃油出口較上個月急跌近40%，只剩每日204000桶。呢個急劇下跌主要係因為中東戰事爆發後，中國政府由3月12日起下令煉油廠停止出口柴油、汽油同航空燃油，目的是保障本土供應穩定。因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，全球大約20%石油運輸受阻，導致油價同燃油價格急升。亞洲地區燃料供應本已緊張，中國呢一輪出口禁令更加雪上加霜。澳洲同日本係中國航空燃油最大買家之一，兩國高度依賴中國供應。Kpler 分析指呢次削減對佢哋影響最大。澳洲去年大約有1/3嘅航空燃油嚟自中國，相當於每年數十億公升。日本亦係重要買家。戰事爆發後，已通知航空公司可能要面對加油限制。澳洲能源部長鮑文上週表示，中國供應至少維持到4月底或5月初，但最新船運數據顯示，4月份已經冇中國航空燃油貨船駛往澳洲。澳洲正緊急轉向美國同歐洲尋找替代貨源，部分已取消或延遲嘅亞洲貨運正被長途運輸取代。呢個供應危機唔止影響澳洲同日本、越南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南韓、加拿大同美國都受到波及。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已宣布全國能源緊急狀態，警告飛機停飛係絕對有可能。南韓航空公司亦向政府求助，將部分出口航空燃油轉回本土市場。澳洲航空燃料儲備大約夠用29至30日。政府雖然話目前無即時短缺，但業界擔心如果禁令延長，東岸機場如悉尼同墨爾本可能出現航班取消或延誤，旅客票價勢必急升。澳洲每年消耗大約100億公升航空燃油，其中80%依賴進口。中國同南韓供應一旦出事，等於4億公升燃料來源受威脅。中國政府未有公開宣布禁令，但據業內消息人士透露，禁令將延長至4月份，只會對東南亞國家提供少量豁免。討論中嘅出口量可能只係15萬至30萬噸，遠遠唔夠填補缺口。Kpler 分析師指出，中國一向係亞洲燃料市場嘅搖擺供應商，今年出口總值超過220億美元。一旦大幅減少，其他亞洲出口國如印度同日本嘅煉油廠亦無力完全取代。亞洲航空燃油價格已由戰前每桶92美元左右急升至163美元，升幅超過70%。呢個價格衝擊唔單止推高航空公司營運成本，更可能傳導至旅客票價同物流費用，最終影響經濟活動。日本方面雖然未有公開詳細數據，但業界已預期航空公司要面對加油限制，部分國際航班可能調整航線或減少班次。香港作為亞太航空樞紐，雖然未有直接依賴中國航空燃油，但全球供應鏈連動效應下，區內航班網絡一旦收縮，經香港轉機嘅旅客同貨運亦可能受波及。航空業分析指，如果危機持續，亞洲航空旅行需求或會出現需求破壞，部分廉價航空已開始取消長途航班，旅客要預備更高票價同更少選擇。澳洲政府正加快多元化供應來源，包括增加本土煉油能力同加強同美國嘅能源合作。日本亦在考慮增加儲備同尋求中東以外供應。中國煉油廠目前優先保障國內需求，部分海南保稅區嘅少量出口仍在清關，但整體出口量已大幅收窄。呢次危機帶出咗亞太地區對中東能源依賴嘅脆弱性，同時反映地緣政治衝突係點樣迅速波及全球。民航業好嘅，呢條片嘅新聞播報完畢，鍾意嘅話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。
讚好呢條片同埋留言俾意見。我哋下次再見。死啦！唔記得聽晚同班 friend 食飯，佢哋話想食生蠔喎。等你買得返嚟炆都瞓啦。好彩我有準備喎。被譽為海牛奶嘅日本兵庫縣生蠔，肉質肥美飽滿，甘甜爽口，解凍即可食用。依家嚟到俏貓貓超市就有得買，千祈唔好錯過。咁優質又咁抵嘅產品，梗係快啲嚟俏貓貓超市度買啦！係啦，嗱，呢啲咧係全殼嘅生蠔嚇，呢個係兵庫縣嚟嘅嚇，鮮甜飽滿，質地滑嫩，全殼急凍保存，鎖住海洋嘅鮮味。每粒蠔都係5星嘅刺身級別，無需蠔刀，解開咗咧就可以食噶啦。原價148蚊，試食價118蚊一打。呢個係優惠，由4月1號至4月30號，網上門市都有優惠嘅，解凍即食，好甜。好啦，仲有4月1號繼續減嘅，就係48蚊2個漢堡，呢個就係嚇。